众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喜來呢個節目。今晡日嘅好生活事件，讓大家來大嘴鼓乜嘅主題哩。講起來吼，大家聽出會有感覺。個倆幾年哦，莫講倆幾年，10年來吼，因為少子化嘅關係吼，哇！你大家會知道講，我倆嘅學校吼，個班啊越來越少，哦，生意啊越來越少。咁個大家會發現講，其實呢個社會制度，老齡化嘅問題，會雖然吼時間越來越長哦，是會越來越高，所以今晡日咧，大家來討論嘅是係呢講獨居老人家，其實13年代嘅老人家嘅相關嘅問題，所以今晡日咧，你邀請嘅來賓吼，哇不簡單吼，使到來分享佢，佢係你新竹市政府社會處嘅副處長施俊榮副處長分享。主持人老小姐，大家好，新竹市政府社會處嘅副處長施俊榮，今晡日非常嘅歡喜啊，來到大家打嘴鼓。分享你嘅施副處長哦，咁個讀節目地讀很期待個，因為好親切吼，做對嗎？做對。係啊，做當讀信州來上節目。哦，讀信州來，喊讀以前讀大讀信州嗎？我係托人原因，大楊妹哦。考公務員時，我是考新竹市。哦，考新竹市吼，做埋要問咧吼，因為一般你來講吼，讀新竹市嘅客家人講會錄腔調嘅好多。比如講苗栗啦，你大家就會講自然腔調好多嘛吼。我想講哇，佢睇過類似信州，如果係講會錄腔調，是問一下講，係咪信中人？其實係楊妹人嚟講嘛。哇，楊妹人喺去到信州嚟上班。去到現在上班，咁個吼，其實講起來吼，基本上強到其他個來到節目地圖，讓大家來分享嘅，是係你講翻譯，你講獨居老人，吼係講，係講到呢客位吼，但係是13年代嘅感覺，咁個係講呢個本土是講獨居老人家嘅意思吼，佢哋對其他個倆幾年主要係都來負責安樣嘅部分係冇？冇咧，我係去年8月就調到社會處，就調到社會處係冇。咁個其實對呢啲東西，用短嘅時間，其實已經應該要動情嘅了解到講述當中。唔會差，因為最短嘅時間要進入狀況。所以其實信竹吼呢隻地方吼，你一般人來講是咪知道佢係風城？一般人來講，佢有古蹟，譬如講佢有好食嘅東西。甚至大家會來講，哇，信竹其實佢係一隻當好嘅生活嘅環境。佢你做備有益菌，有冇叫科學軟體做改編？唔單止係按樣嘢哦，比如講佢有推廣當到嘅，佢改編嘅這個生活嘅品質。所以講到按到感覺信竹當好，冇咁做當好。咁講你講，其實改編嘅土地嚟老人家還是易多，就係易少，你感覺？冇當到對全國嘅平均來講，比平均係少啲。也講到土地嘅老人家係新竹市政府所有嘅業務老人福利業務係其中一小部分。講到呢，應當係好大部分嚟講呢，老人嘅福利來講起。呢個背景是講，你台灣啊，是中華民國啊，82年開始就進入咗高齡化。所謂高齡化是係65歲以上嘅人口啊，佔咗全國嘅總人口係達到8%以上是係老高齡化。8屆人地度係講8屆人係65歲以上嘅。是講高齡化。全國啦，總人2300萬人口，老人家有269萬，65歲以上，佢佔嘅百分比係11.50%。當然這個已經係高齡化，但是新竹市比較這個標準還要低啲。新竹市人口有43萬人，但是老人家42000空，佢嘅佔嘅比例佔9.8%，比較全國嘅平均11.5%好低啲，所以算起來新竹市算係好勉強嘅都市啦嚇。算係好勉強嘅都市。不過又係超過8%嘅全部高齡化。因為你表示你規則推翻目前哦，市場市台個講嘅新竹市有好
代意思是，不过整体讲起来，几只推翻伊已经都市像你讲的，82年过后开始是慢慢喊到高龄化给杀回去咧，安样给冲空系有。不过你下都新竹市，因为基本上吼，你强度的是市台股吼，因为伊都新竹市吼专门来上班啦，所以你主要是来先来探一下新竹市嘅冲空，因为讲到新竹市，其实你还有登记，就係講你了解係調查過後係土地農業價有幾多年？去年啊，2002年的時間298沙，今年又要增加到333沙。我講實在話哦，我談到市台講，讓我看到安樣嘅數目時嘅時間，其實我唔係按相信。你啲仲咪喺香港？你想看，你講新竹市有幾多沙？40萬沙，43萬人。土地農業價是238沙。你談起來已經係到萬米嘅數目詞咧，所以其實可能你係你做得掌握嘅數目詞，可能你唔啲嘢很好多，有可能錯冇？有可能，因為一般來講，你嘅土地農業價，我看到伊都有嘅這個調查，我會感覺其實你下推翻土地農業價嘅問題，其實慢慢越來越嚴重。唔會差，唔會差。係啦，新竹市誒。佢農業價啊，我頭先講嘅就42000，土地你係人口啊，就676萬嘅啊，就300人沙嘅。當然可能唔止啲數目啊，你係東西你係通報系統，也係有到佢係符合啲係土地嘅，但是佢5年。佢唔是咧政府來幫助啦。所以其實簡單講起來，因為吼，你大家會知道當奇怪啊。其實一般來講，你個定義來講是係講65歲以上嘅，你是係你講高齡化嘅一種數目詞。咁個係登記嘅意思是係講，哇，我係土地嘅農業價，我要去登記，係我私人社會來讓我停收，所以數目是差唔多200-300個嘛，吼。咁個你表示嘛，個事情呢，你表示吼是係講。行業內有兩艱苦是係講，其實有當到嘅農業價，你看佢超過65歲有30萬沙，即使係登記嘅就238沙天天，你表示有當到人其實佢5年以去登記講，我需要幫助，我需要退休，我需要社會來關懷我，這是一樣嘅問題，也係順勢易度做得啱講。也做得啱講，也做唔得啱講啦，因為65歲，也你係平均嘅年齡來講，差唔多達到80歲嘅。65歲以上，喺前後生啊，佢哋因實在，佢哋因生活行同埋各方面嘅全部全自由。佢當然佢唔需要你哋就列車獨居嘅老人，你新竹市政府嘅老年時係地總領總嘅提報。還有議員會通報，最大老年時係低收入戶嘅審查一些，你發覺到，你土地有需要，你去關懷嘛，你會排喺度職工、社工會去嘅幫看，有到佢冇需要，你就排除，有需要你是列車來照顧。你講嘅完全冇唔錯，因為你講起來做埋基本係土地農業價。其實你土地嘅年齡係乜嘅？因為有啲人佢可能就70歲咧、80歲咧，不過其實佢身體本身可能易控權，喺最重要佢做唔下，其實佢子女強下大，有冇孫強下大？就你講係享受天倫之樂啊，咁樣講。不過其實做埋嚟講係土地係因為要當到嘅農業家，佢可能冇老子女強下大，只係講佢土地嘅年齡其實當到種，一般你提一部分，你提起早會上到嘅是係子母老早會強下大，因為可能子母現在會上班，有冇佢可能比如講你冇下大先做，可能子母喺度推俾你上班，但係講喺度推俾你上班，其實冇法度講，哇，等你推俾先做咁樣來回，所以其實冇法度做冇下來照顧老人家，但可能老人家設家大，是不是有可能要設家照顧設家嘅問題是變成土地咧？冇錯，呢係是獨居老人嘅定義啦。你講到你當然你官樣嘅文章當然就係規定來乜嘅係獨居老人啊，也係要規定是講65歲以上啊，佢冇仔細背清楚啊，
仔细背景就是讲拍了一个摸死死了的囡仔，然后又死死了的囡去摸强啊大将，睇个主持人讲的，佢来啊，无喺家去啊，佢从头背卖屋就业，咱家系个仔细背景主第二都本身只有身心障碍，佢冇法度来请来能力来照顾啊，但青春了还有点是，个定义是。好特别是讲，因为两沙像65岁以上的公婆，未算独居。你两沙跟我对嘛算独居啦。你俺是真想来问一下，因为俺看到俺用个听意个时间，俺每次都有意思，是讲，比如讲两届老人家，其实佢两公婆，係兩屆都超過65歲以上，不過係講佢的動有能力來照顧自家身體也動空間。對於你個歸類定義來說，還是係講係獨居老人家，還是屬於獨居老人家？算獨居算，但是佢唔是你列車去特別去照顧他，是按樣嘅差別。所以其實按談起來吼，唔知你個鄉親朋友有感覺冇？其實獨居個原因，其實佢。唔是讓人特別嘅原因，其實佢當簡單，因為人係講呢度退休咧，成日大咧，有冇係講，喺當移民去到外國嚟大嘅，有冇美國啊、澳洲啊、歐美國家吼，係其他嘅亞洲國家，咁整體下來其實老人家是會變到自家都冇下來大。他去可能帶到自家嘅無下好習慣，佢生活也好快樂，呢就係原因之一。不過其實簡單講起來，是會變成講慢慢是會操心到你推翻呢下你講獨居老人家嘅比例是變到有可能會越來越高嘅問題。不過當然啦，你有分兩部分啦，一部分是講你係咪要依落政府講。你需要退休，另外一部分是講，你係咪是係冇去登記嘅，所以你當然會影響到你下來看嘅比例嘅冇強嘅問題。不過其實簡單講，你是希望講，按樣嘅主題啦，鄉親朋友來討論是希望講，大家係講談到按樣嘅問題，就係講了解嘅問題，你就得好去關心嗰樣嘅問題，冇講按樣嘅事情其實你嗌到當然，其實也唔係講當然，其實係。當你做你順頭會發生嘅事情，所以你就得用人來做，用人來關心，用人來關懷。所以鄉親朋友基本嘅你做啦討論嘅主題是係講，對你哋推翻吼，你講高齡化嘅社會啦，獨居老人家嘅問題，就對เรา鄉親朋友來分享啊，打嘴鼓，希望大家了解過後咧，會知道講，你就得用人來關心。不過咧，還有很好多嘅故事，就你來問你嘅期待過吼，請你嘅鄉親朋友先聊下定下茶，定下陣。來繼續來打嘴鼓。基本嘅當分，伊就得繞牆到七台高來到節目地圖吼，七台高講佢改下錄人係使有一些緊張係冇？係，該騙不了人。雖然我見過當都係聰明，不過該攝影機照還是還是會緊張。還是會緊張哦，你還有好不用輕鬆嗎？因為不用輕鬆，因為吼基本伊哋是播出嘅時節吼，我要打電話很多人來看吼，唔係啦，伊七台高其實佢講佢聰明看動到咧哦，嘛個台語會啊見動到咧，不過其實會對記戲。對人啲來講，不係咪有一些緊張？冇白點。咁講，你啱啱係咪而家當好嘅機會？然後盡量做得到，你嘅鄉親朋友，當難得呢，做得講下，吼，讓你嘅客家鄉親來分享很多嘅問題，冇感覺有意思咩？當有意思，因為機會難得啦，講實在。小妹嘅，七台高，其實七台高當等一下嚇，當好相處嘅一個台高，是講見愛跳好講話好，不佢感覺好輕鬆掉。不過因為今日你講嘅問題，感覺有一些嚴肅，有冇嗬？感覺係按樣人嗬多少？其實上段節目樣講起來哦，整體來講是讓鄉親朋友來分享，可以推翻啲下老人家耳朵。簡單講就係咁樣，嗬。老人家耳朵咧，你係冇法度嘅事情，也係因為啲下嘅狀況係按樣人。個老人家多用嘅曬咧，一分兩種。第一種其實佢做得過得當好，佢自家照顧當好，又係講佢子孫滿堂。不過跟另外一種嘅問題是係講，其實老人家佢可能冇法度和自家來照顧自家，佢是會有需要當到嘅資源來讓佢退休，像係政府是會提供一條嘅退休也好，福利也好，呢是你基本嘅老鄉親朋友來分享嘅問題。
其實講起來吼，冇講65歲嘅老人家啦，你下開始會開始咧有些小事情講，哇，行擺係講老咧，係講身體有一些問題，容易來照顧自家，你係當基本嘅問題嘛，因為雖然年紀嘅日來日到，身體慢慢會有啲退化，會少冇知道個會少冇。冇嗱，喺度會60歲咧。跟你10個家唔容易，咪就咧上高齡化，所以其實也是係，你哋下講老人家嘅問題，就佢冇法度照顧自家嘅問題。唔係咋，你政府啊，早是看到了點嘅，尤其係新竹市市長許明才啊，佢推動了健康城市度，民國99年是推動，其實健康城市健康是一個概念嗬，唔係講身體健康係基本嘅。基本了係社會啊，本了老人家生活到很好便利，本佢講出門時佢要坐車就車好坐，叫起來了就來不要了，佢唔會冇了，本佢在地老化，在地老化，也是你未來政府啊積極去推動嘅一個政策。也應該講嘅，也老人家嗬，你其實特別你大把一些有老人。講起就講門也老人家門也8歲成年講，你發到上講你80歲時啫嘛，就解下研究解到民國9年起咧，冇法度算電腦咗門解80歲講，你上去你8歲時咧講，解從初步呢種，你話冇知道咧，所以講你係乜嘅年齡？才好，你嘅想法就冇用啦。也係年齡老化，也係一定嘅未來趨勢。當然就2人共4人年嘅時節啦。該老人嘅人口會達到20%，你發到上網，20%嘅就8個是20個人，慢計入行，你係是當嚴重嘅問題，所以你係政府一定會上到你係東西，慢慢來改善。容易來照顧老人家，容易來改善。除了講希望你下政府要當推動個就得希望來強勢人，因為頭擺嘅年代，差唔多民國60年嘅時節，大家是講你講2個恰恰好，係冇哈，一個不嫌少，該兩時係感覺係安樣呢，唔過到結果是開始。你下是會希望講做嘅大家做咧多強一些聲音。其實你講到老人化嘅問題，你上到日本係講大家要日本啱啱聊聊實啲，因為日本當作是肯高齡化嘅社會制度。你係咁講好咧啦，你去到該講百貨公司吼，所提來嘅人係老人家，清潔嘅人也係老人家，係講你去到該你講素食店、漢堡該種嘅素食店，該種嘅店吼，你去賣東西讓你點餐嘅，好讓你結種嘅，就係老人家。到推翻底下，你係講去到該種嘅漢堡店去賣東西，即係你當到後生意去做共同生。咁講你係講去到日本，因為發現啲條全部係老人家都該去做。自從泰國講嘅，可能2人4人年，慢慢推翻，可能該兩時係講達到20%嘅時間，是按樣嘅高齡化嘅問題是東洋蟲嘅。所以其實簡單講起來，按樣你就照顧老人家啦。咁講做埋啲下老人家為按多嘅，托起老人家嘅問題按多，其實老母下嘅人要當重要嘅關係。唔係咋啦，而家工業社會啦，唔係從對為農業社會，大家3代同堂係當多。你下將附帶介入都好多，尤其新竹市啊，係一個城市。太溜，地太溜嘛，好多，一間一間一站一站。所以佢哋啲聲音啊，可能將附外地人上班，冇自己某一年啊冇來就嫁出去咧，冇法度。佢某一家要公婆嚟照顧冇法度。所以你變成個獨居嘅情況。因為獨居嘅時節啦，你政府啊，你就規定啦，要5則嘅工作嚟做。第一則係天罰門案。大天罰門案。對，第二則是慣壞嘅方式。第三則是寄家嘅父母。第四則是送餐嘅父母。第五則是陪同嘅教育，陪同教育。5則嘅重點嘅工作就係你對下獨居嘅老人啊，
日天来做的。我想要问一下吼，你个七台讲係講像土雞龍人家己一家人都無下代，還係講你個職工打電話去關心佢做得接受。佢要知道講，我老娘無所事已經打電話落去動飯，我安用嗎？你也是你的消費工作者的困難的所在。佢當然認為係你為了詐騙的動作啊，佢講講本來咧因為對咱有關係，所以你要動態耐心啊，一擺兩擺安件事。佢老緊認識過後，佢知道你係朋友，佢就對接受你嘅關心嘛。咁我哋也是有點該作業上嘅，你也該做訣竅啦哈。你做咧搶。你臨狀嘅圖，安是走得嚟。啊，安樣是當放心的哈，因為奇怪哈，就是體育牌之前睇過講，你要帶就信，就睇到有帶台料，有冇睇到帶台料是用領啥，然後領啥字件是講好冷漠、好冷漠一些些。體育牌係因為帶台風風有冇？好台風風因為有三合院台風風有冇？上台下台有冇？所以該兩時嘅感覺到兩下嘅感覺係要動態嘅冇強咯。不過兩下還好。我知道很做得嘅，最起碼要領狀，要理狀，嚇係講要寸狀，所以講領狀圖呢你，嚇係認識解到主講咧清。因為好放心啊，其實係本落去。哦，其實係本意落去，所以家下啲其他個講到嘅時候，底下支付關心嘅內容啊，比如講打電話關心啊，而家冇卡關懷你啊，你又係看醫生，佢咪同意看醫生啊，錯冇嗬？咁樣其實有點點做得講係取代。家人，冇下人嘅關係，所以七台哥講嘅，每一家當然係有嘛嗬。七台哥要聲音冇？有啦，要時間。哎呦，跟你哋一樣是。來跳牌跳兩屆，第三屆是量都補助了，他說只有2個家教，第3個就沒有給補助。到了你強在多，這補助在多，四台冇用用。跟你哋一要時間聲音，咪知道，哎呦，好得強到時間，係嗎？當然啦，當老年啦，冇可能。冇下當然要強下大嘛，還要強下大嗬。何解係講佢？介是像七台哥講嘅，佢強到世界性，你哋啊全部要強下大，是咪知道哇？大家當煩惱啊樣嘢，咁個有啲是講，佢係咪成日講太為隨意做事啊樣嘢，冇卡變到好冷咯。佢日天啊，薯太茶吧，日天搬家，佢免不了嘅。啊，聽講我爸未是兄弟啊，哥哥新人結婚了，全部出去啊，成日啊，像土條人搬爸爸媽媽土，我爸從幼稚園哦，堂兄弟的一堆這樣，也是很快樂啊。那個時候我爸媽媽他佢係個年齡未真大，啲啊像冇出嚟像個性嘅，我家下。就啲係定義來講，梗未算獨居啊。咁我是講，你大家兄弟很有關心，他們還有專業會議。係，所以其實簡單講起來是係老人家時候你嘅關心啊、關懷，就算講你嘅經濟嘅從空當好，因為老人家係講體檢時候冇順條冇錢很好，唔好係講順條要賭金賭到錢。咁個其實佢最細繞嘅是係做資源嘅去關心老人家，要去關懷佢。吼，像出七台個航班係講65歲吼，個成因吼，是像講你講嘅搬家咧，吼，冇是出去從事業，出去賺，咁冇法度嘅事情嘛，因為啲係啲係嘅社會嘅一種生活嘅一種方式嘛，咁最起碼吼個成因係講要等於打電話俾七台個講，爸佢本意講到好冇吼，要食飽冇，因為得到關懷關心。感覺差當到，梗係啦，所以講你也未希望你所有嘅做人之恩嘅嗬，你要盡量好妥。你睇講樹欲靜而風不止啊，子欲養而親不待，呢啲東西啊冇發生到你身上。父母啊要出去營業啦，你要盡業該自己盡業好妥盡量本也老人家生活都快樂佢會講嘢友好嘅，你社會自然會感覺會祥和。我同七台個人講哦，是非常有客家人嘅感覺，因為你特別客家人是咪咁講有冇？你剛剛講係突然感覺讓你很親近咧，感覺動親切吼，因為動到你客家人是咪咁講？哦，是像你剛才講嘅，你講吼，你客家老古人一樣講，叫子雄讓用當幹讓用雄子。衝動水，子雄讓用當乾衝啊！是講，
是讲厉害，厉害咩安样吼，还有一句，咱乡亲朋友来分享吼，哦，俺俩有点紧张，叫俺陪唔错吼。比如讲财上上通吼，成果主人。成果过后百主容啊，系咪个意思？俩是讲的讲，其实俩哈，其实像其他个讲的，其实俩哈，你都惯性老人家，都陪老人家，其实是做得减少、减少动刀俩哈，你讲突击老人家嘅问题，看到动刀嘅新闻报道啊，然后讲动刀嘅故事，其实你看起来，佢哋話唔係講就是冇錢，其實佢哋係冇人而撈佢哋做判，冇人而撈佢哋照顧，是安樣人，簡單講就是安樣人啊。好。也有隻例子來講啦，先就是讓我哋社公義服務嘅時節啊，佢係一個老阿婆老公也冇出嚟，佢兩個妹就嫁到挪威嚟，妹啊雖然也錢要好。會長到配機，但係啊，佢哋有慢性病嘅時節叫可以醫人，佢希望你嘅子宮配醫，但係你子宮你人力要有限，佢冇要好，你係希望講要佢冇長到配，咁我佢出家，佢會想到講冇攞翻也冇，係啦，佢嫁出去佢要公婆嗰度，佢就長到。佢希望講你嘅子宮嘅本，佢講可以嗌而家簽本咯，冇相關，佢有簽啦，但是你咧強調是講你親情啦，你兩班子宮兩班最後啊，沒有辦法取代講你這個親情的關係啦，你希望講你嘅子女啊，係盡量轉來配你嘅老人家。就是好同其他講是咪感覺家做阿妹實在有瑕疵，實在係瑕疵，去教嘅權醫生和排泄，今年罰錢。咁罰錢而長自講同佢權醫生5年而麻煩自家嘅成因，咧其實係推翻社會上嘅有嘅事情。咁大家先聊下吼，等下一陣再來繼續來問你其他講下都解問題來討論。好。上段節目講到，嗰隻媽媽吼，佢其實經濟條件以後。其實佢有錢，不過因為佢可能特爭嘢多而已，佢然來看病，轉診。不過佢排泄麻煩自家嘅成因吼，其實按樣嘅心理多少做得了解啦。而且我哋講肢體個未冇上係麻煩自家嘅成因啊。唔係差。有政府嘅資源當然盡量利用，但是政府嘅資源自己來有限。你睇目前你投入嘅突擊老人嘅除了喺社會處嘅人工以外，還有12隻嘅人民團體社區投入，大概有200個志工。200個志工會投入，也當然是頭先講嘅五台工作，大天發，而家附加關心，居家服務是講，其實看到佢哋係生活啊，來回拉沙，環境唔好，佢嘅居家服務員係有受過護理嘅訓練，佢係講佢冇法度自理啊，對外東西，啲都是會去到佢居家服務，還有佢冇法度食飯去即刻煮啊，對話冇法度啊，還有啲人為了去送餐。我巴度係攞去停煮哦，攞去送菜、送東西俾你，送盤都不一些。佢哋就講，佢哋工作就講，佢就慢，睇啲人攞嚟全部就點慢性病，可以醫生，也輕重要。應該做了輕重要嘅，因為老人家其實看醫生。慢慢動到嘅人又多，還有年紀嘅時節，基本有慢性病，因為慢性病，基本嚟講像感冒，佢係1擺2擺，其實佢是係維持呢，所以佢可能打2個禮拜、打3日、打2、3日、打3、4日，佢是10個月回診1擺，所以佢就得講係長期都會做安樣嘅事情，所以這樣其實有人陪感覺是當重要嘅，除了能力，還有性感度嘅一種嘅安慰。唔會差，唔會差。你想大擺一家身體動干苦，即係看醫生嘅時間，時時感應停，你是咪知道當故事？唔會差。所以講呢啲東西啊，你嘅志工發揮咗前提、耐心跟愛心呢啲東西老人家，佢相信人家講老人上寫字佢
颠颠倒倒啊！你啊讲安用音摩电机一下就否认讲安用不用台，你啊所以你啊你自讲啊，对那惊喜，所以讲你也有只数据是讲你新竹市虽然333届有列册嘅啊。但是该突起的老人家，但是你投入嘅人次啊，人员啊，差不多4万人因此，每一家这突起的老人家人员啊，最起码接受了238次的关怀，是讲你喺度頭先講嘅5台公照，100幾多？238次因此，一感恩，哈，所以佢是感恩之前，你該自講嘅來去。就138次，平均哈。所以講你喺度老人家是真幸福啦，在新竹市哈。你新竹市啊，又該眼見天下眼見雜誌啊，佢嘅民調連續2年全部最幸福嘅鄉市。你有幸福嗎？當然幸福。你大到新竹有幸福嗎？有當幸福。啊係呀。所以講你唔係講一家吹牛嘅哈，你係講一家碰風天下雜誌嘅民調，它勝過台北市啊，所以講你係。當然，你係新竹市啊，佢老人嘅政策啊，推行得非常嘅好啊。你新竹市，你係目前啊，全國啊，係2隻縣市啊，係維持係有應該講按勞嘅津貼嘅發放啊，每隻老人家有2-3千塊。你3000塊是國人，你是新竹市自家發嘅，啊，基本嘅你是中央政府。有3500，所以講大新竹市咧，呢個老人家最基本是就6500嘅，所以講呢啲因為感覺到真幸福，那是比佢成年好好啦。哎呦，師弟講講意思，講你比佢成年好，唔講，然後佢哋係講笑嘅啦，牽動重要冇唔錯，唔講其實我係應該關懷係非常重要咧，係冇好，其實有啲人佢想講，未有啲老人家咪係養老人嘅，係冇？唔係錯。哦，唔講其實。以我嘅了解，我做得講99%感應都冇上去養老人。唔係錯。目前呢，你係養老人啊，也係隻趨勢啦嚇。但是你係政府啦，看出你係趨勢。當然冇奈何就會起解為錯啊。也就講你嘅當到政策推出來，高齡友善的健康的城市，你係講喺度你係市場積極嘅推動啊。也是本地的老人家做得，佢出門佢哋你嘅生活，佢走先頭去買菜買好咗咧，佢會做啲時間社區啲嘅度，又因為大嘴股，當住做啲話食，你睇新竹市有28隻嘅叫做關懷據點，是講頭先嚟講係咁做啲對療粗療大嘴股，也有卡拉 OK 要買東西，本而家就療，本唔係冇療，也係啲新竹市是專門來推動療做東西，也啲老人家其實唔係冇療，但其實唔是講而去到該養老人，而家養老人本人就觀念是講太子嘅生活唔好，佢行途冇幾方便嘅，佢需要專業的照顧，照顧佢又要細心啊，要乜嘅東西係嗱，該可能可能冇該做知識專業知識啊咪也冇該能力去照顧，是咪送落該落去？送落該落去，佢要到佢慳係講唔係長講，要到慳橫你汽車買東西嗰度，佢感覺看到你都佢咪當。艱苦，當艱苦。佢看到有啲好生意，就講係全部行係。該天才嘅。係啦，所以講呢啲東西，你該養老人有嘅市場唔會差啊，但是你盡量政府係做到本地老人家，佢生活到當便利、當健康，就是講係健康城市，健康城市這種概念，讓他覺得。老嘅些是有尊嚴嘅老法。因為用英講咧，你下吼，一般來講係講，伊都有老人家，佢都有中到錢，假使講吼，佢都你下要推動從到養生村，好唔係講推翻天天，然後從其他嘅國家佢也要推動，要改養生村。係講伊到養生村吼，佢係一個當好嘅自然環境，帶動好醫療嘅服務啊，當環境，不過當然嘅衣櫃，非常多錢。仲係講到啲咧，因為啲老養老人比喻來，大家會感覺養老人佢哋唔係而家講環境當好嘅，當然要當好嘅養老人嚇。呢啲講一般來講，大家會知道講一般嘅
刻板嘅印象，咪知道講，佢都讓路人改變，佢都給唔係講環境當好，甚至行落去時有隻梅頭。你講回頭嗬，係麼？喺係度改變嘅老人家，因為佢行通後冇人方便，所以大部分嘅人佢可能係臥床，有冇嗬？佢可能臥床，佢市場街下其他個講嘅，有啲人可能佢係插管，有做改變，所以佢度改變，大家都看到強嘅情形，顛倒是為讓響到佢新冠度嘅感受，佢讓響到佢新冠度嘅感受，其實佢變到好唔樂觀，佢生活是變到很好唔快樂，所以當到嘅老人家佢會講。講你都唔是講愛冇想過，你都冇讓愛送到讓路人去，愛都冇下一個人守着那個，你講少年改建，我蘿蔔幾多今年，頭擺愛婆92歲，愛婆已經冇出嚟，唔講愛婆92歲哦，佢身體當健，佢是到92，你看佢起來為何，佢都冇愛，佢是是感應愛到佢。因為我講好走走嘛，吼，其實是感應到佢改建蘿蔔，大呢，該大家會講，係該大家會講，佢蘿蔔已經當橋咧，要去新界冇，係咪做得建子孫向下帶，其實佢也唔會，佢講佢是感應，係用該田禾鋪一碗盤，用鋪一些菜，佢三餐是安樣式，該係講係因為為經眾講阿婆安樣式係咩？吃的是都唔辣人肉，吼，係咩是都唔辣，空甜，是為希望講，阿婆總咧係咩做得老子孫嚟向下帶，其實佢唔會嘅，唔係菜，你青豆係用，吼，佢有時趕緊守這個，因為佢想吃菜，吼，你係咪係要安樣嘅情形啊？你係就情形會漸會見到更多，見到，因為你工業化，成年要用到少，從啲少子化嘛，年齡大嘅唔結婚。結婚嚟去用到少，所以你係漸啊，你係問題會見到更多。你對你老夫就挺有感情，你身體呐做得些，你是唔會想離開，就會做開到。你係東西就係你未來政府啊，一定會想到了，會來預防，會來錯，因為其實老人家佢大到介除了，你講落去都讓老人係用身體冇空間係要。平吼冇快圖，唔過當然其實新冠度嘅快樂當從人，我知道了到大家應該介是有關係。唔係錯。好，就對老人家去當發牌，哇！佢會出去撈大家來聊，叫佢離鄉，佢就去參加當到嘅社團嘅活動。唔過遇到老人家吼，佢唔可以去撈人接觸，其實一個人都改變，吼，佢。新冠度上下可以是很做得，上下唔可以是咪？知道自家有冇安菜過？什麼係咩有安樣呢？有啦。為知道心裡當艱苦。唔係錯，有啲東西就對政府個人啦，一種米學白人人有啲東西講人嘅心理感受，你講人冇重要，就對佢當快樂佢出去攞杯沙氣喵啊。滿天下戲，就對人其實唔讓人接受，就安尼人，你讀到安尼人，你嘅社工你嘅職工出來特別對人做你嚟關心，特別嚟關心，但是你嘅關心，佢咪讓拒於門外，呢啲東西其實講來就如果重新講嘅，你要做了職工，其實非常辛苦，都要耐心。係啊，係冇職工用喺度專業嘅人咯，吼，職工咪大家想嘅，係改變讓人打嘴鼓，係你梗係要專業嘅訓練，就做得做職工吼，所以冇像其他個聽從，其他個伊聽從冇，因為你係副處長吼，你聽從冇直接去安樣去直接嘅經驗吼，唔個看到咧，經驗好少，唔個看到。我頭擺最先考公務員，還是考理幹事，理幹事啊。理幹事其實對咧民眾係最接近嘅，我也看清到特別你做理幹事嘅時，佢下喺度查戶條，從了該種業務就講，因在各自嘅問題了是冇了種業務嘅，我特別是很有，我會去看，從了戶係話，有了種應用冇了種應用冇在那帶，問個領導講，該是到該高速公路下條咧，踏入了。
哈，而且不记得5代，其實大概幾數啊？哈哈哈！啊，問佢又買協助我。喏。其實感覺到去做解得好自在，你啊高速公路哈，高速公路咪有隻邊坡嘛？邊坡啊，當然有樹，其實樹大概3個板啊，隔一個，其實大概。佢想講到大自然接觸好。從啲已經佢未算獨居啊，其實5樓啲都已經夠樓啊，因為落去你係前台耐心落去溝通啲人解決。所以你阿咪係就得講係第一面接觸嘅經驗啦，吼！哇，其實吼談嘅你解這個七台歌講起來哦，我七台歌真係吼嘅經驗都豐富吼。不過咧，還有嘛解神奇嘅故事，就係攞大家來分享吼，因大家先聊下，你等下一陣上嚟打嘴鼓。上堂節目同七台歌講吼，因為把佢接觸嘅世界有啊，介有見冇見5代，今日去到高速公路下條搭了就喺佢帶，所以其實係乜介都有。其實唔講啲七台歌介係有講到南威站嚟嘅，其實從係有介羅榮民阿伯，係冇去隧道介碰定，就是佢也冇下，其實非常介亂，吼，像你講廢墟窮咯。你慣性機去攞去處理，佢也唔行。唔係錯。佢係隧道介碰定係冇？唔係錯，啲羅榮民對呢個土地嘅錄音啊，335屆當中啊，有39屆嘅羅榮民。那羅榮民嘅先都是有榮民服務所。佢度嘢服務啊當好，佢希望佢哋都落去個榮民服務所帶，但是佢都。榮民當奇怪，你39屆其實冇大家特別多啊。你係東西講，你係只例子講，佢係大概公務上頭嚟咯。你人腔就冇新貴啦，你係東西其實大概你在墓碑當頭其實搭咗了，特別多咧，睡到個沙發已經攞個染咗嚟沙發，特別多你落去喺度將冇丟到當代嘅東西出嚟。按像你係你見啊。規勸啲講，因為杜撰嘅榮民服務所，也係有乜嘅私有，我哋啲人啊幫助啊，佢就冇，佢就冇嘅。嗰啲人來講，佢就講佢特別打仗象棋啊，人家講客家講象棋啊，國語是講打仗。佢特別參加剿匪啊，買東西嘅，去聲音過來，佢啊冇結婚啊，冇子女其實習慣，其實冇本應趕住做，其實大改變。此有此才是錯咧，所以佢大改變，不過其實幾樣大，未會操心，平應該困。唔係差，呢個東西困難呐，吼。你是要做得緊規勸，講啲大家啲勸導啲，要買好處啊，唔是按樣因自家要係收攞嘢先買東西，該啲位都人準備到和諧，民眾買東西強力，變咗買強力。呢個東西是佢嘅心理嘅問題啊，其實冇大概啦，你係冇法度，只要係付出啦，很好多嘅耐心啊，然後佢天氣啊，去看佢，去發生埋事情喎，突然間係佢屍體啊，買東西啊，你政府喺度處理啊。咱真是會關心吼，因為市場係七台歌講嘅，只講佢為天氣去關心人家老人家，係冇要當到嘅土地老人家是感應嘅，佢都冇下。係講溫度好，先從平發做人嘛嘅，又係嘛嘅平發做，佢都冇下是那種已經倒下。其實係講冇領啥去關心佢，冇朋友去發現，很真是會唔掂呢。唔係錯。吼，你係應用從來冇見。你係要上多，所以講你係針對你係土地嘅老人啊，你係新竹市政府啊，有啲就係緊急嘅救援嘅連線嘅系統。緊急按鈕係冇？佢會落去解補下。評估啦，咩講333屆政府有4條，評估有4條，你會第六屆緊急連線嘅個系統，個緊急連線就只按鈕，撳落去佢會擴音，或者會講，唔是按標準講，其實會彈得多。喺無線喺左隻本，從呢隻拍連帶呢，你再隨時撳，要買東西啦，再講過。你啊，真是當重要，因為比如講你度嘅，無限你一感應，真是一感應帶，譬如講你寫信啊，好，你度我度該寫信講調度，調度對度，你一下調度，該可能骨頭是
是团体的，因为龙音家嘅关系，你也冇因因打天发的时间，你也欠唔到改变因打天发，啊冇请因来让你提出说，该东西是做得轻，轻紧急按钮，按轻下开始有连线，啊，哎呦马上因是地讲，哎下面不还有问题。佢輕落是分體嘅，按該系統啊，地講來福音係好輕那嘅東西，係佢會馬上面就會到。就是因為我試到頭擺感覺冇人養蟲，你也未試到講真的要動到解，你講土機解龍音解，佢真係係感應帶，其實佢也唔係佢身體也易控甜啦，吼，然後心肝可能生發也搞到一塊咯，佢就解伊感應適應得非常好。咁個問題係講佢真係唔拄好大概無下死性跳到啦嘛解，係講唔拄好性蟲病發作，然後嘛解東西唔拄好昏倒，你講昏下去，解東西真係其實佢也冇唔係講馬上要解危險，問題係講冇引起留佢停收。冇因馬上去發現兩件事情，佢真係是咪要動態嘅影響？冇停，佢會死落嗰度。該停錯唔容易，時體冇上過，你講冇上過咗，時體還冇因發現，還好嚴重，馬上要引起，真係過到凍久嘅時，大家會奇怪，喲，你感覺用按鈕摸出來係冇，係咩來會有點怪怪，該領啥還要很願意守望相助。對啦，你還沒清楚到。師兄講到你下領啥，然後領啥之間嘅關係而守望相助，係冇真的會不知道。唔會錯。那你下子講你你係通報嘅系統啊，除了啲臨床理管師，也希望你隔一領啥，你這擺你領啥講你係。社會是講，差唔多大家公寓對面馬沙都唔掂。你講遠親不如近鄰，有冇？所以燃親不如順頭甲領啥，所以該東西理總是當重要咯。領總啊當重要，領啥啊當重要。大家平常時，我講雞婆對話，你可以講啊雞婆對話，讓你關心啊，你一般到底乜嘅人辦來，啊你將人係烏下都係咩土地嘅老人家。啊，讓你關心嘛，你每年要翻譯嘅買東西，是大眾天發來市政府，買到你無便宜。係啊，平常時了解農業家，當然都會出來行路，有冇？但早先咪出來撈大家來行路上節目，有咪上日冇出來行路嘅，哎呦，嗰時有樣怪怪嘅，嗬，冇上日2日，嗬2日上日，除非你當條天氣來未了，係冇？有當日咪出來行路嘅，你2日上日冇行路，係咩對到？嗬，係咩？對到腳骨冇法度行，該東西其實嘛就得去撈政府來聯絡，政府是要有人來關心關懷來提收，所以其實也要動到其他嘅單位來合作，像係基金會也要好。係啦，新竹市咧還是頭先我講啊，要信義執嘅基金會啊，還是社企啊，但是咧這個投入嘅佢都已經當3萬冇錯，但是人力還係有限啊，也是希望講咧你隔壁鄰舍。你再講建議講雞婆，你客戶又買啲翻譯就講做上崗啦，就講你也冇講當講你也冇講嗰事情，你自家乜嘅事情就個過去自家先發生。我希望啊，你喺度所有嘅觀眾啊嚇，你喺度唔好講嘅從當冷漠啊，去上崗掉啦，讓人關心，主動讓人關心，要發現買東西嘅之類，要抗議啊，像啲家不下人要讓別人買到，你是大眾天發啦，因為市政府，我之前我就因為要引起，當家嘅事件會要引起款，然後當時你按樣人來為拯救一個家庭或者一條生命啊，然後就希望大家做。唔單止係按樣人哦，所以要攞其他嘅單位啦、基金會啦合作，其實還要辦法通哦。係要。好，你辦法通是動作，大家出去有料係冇？好。你係對你就講起講，你新竹市你係對你土地嘅老人要做乜嘅事情？除了頭先我講嘅5台嘅工作之後，你3節，3節就講你5月節、中秋節。過年，該5月節就你賣粽會送禮物嚇，該中秋節你賣月餅啦、油啦啲東西，相關嘅東西我就送啲物下去。過年嘅時節，你會先盤隻圍爐，是獨居老人嘅圍爐，讓他過年前是氣中強下嚇，大家來圍爐是錯嚟啦，本地有兩年嘅感覺，用年菜會送啲物下。한팀이라 하죠 유자 년종 뭐 유자
观摩活动，就发动。大家看表演，嘿，昨天讲嘛吼，出去不是溜溜聊聊，溜聊一下，啊，我该发通有意思哦。有啦，你也容易甲动位啊，你也当然你也是讲，夯同還有點做啲幾隻持有安尼講法度，即係講夯同不偏，嗰就你就冇法度啦。啊，你也就辦啲活動實現了當走向嘅計劃。哦。啊，你也容易甲出門去來咗為咗險的，來到嗰就你全部安全肯定會顧啊，哈，安全會顧。辦啲活動是啲承辦員嘅壓力啊動態啦。不過你壓力他已經沒有做啊，也是為咗你哋你哋老人家嘅好好嘅生活，你公務員本來是按呢個為例。哦，這個七台講吼，這個很厲害哦，這個講到按豆感還是不免吼，就你老提家來獻出一下，是講自家肯定係當神芒大量來為啊件事情來付出，不過自家感受多唔多啊？係麼？唔係啥啦嚇。雖然講佢係你嘅透露吼，雖然講佢係你你下動度嘅3萬做嘅事情，不過對你個人來講，還是會有冇強嘅學習、冇強嘅經驗、冇強嘅感受啊，錯嗎？我個人是頭先我講，應該是對立管始做起啊，一路了做到了副組長。啊，當然受到總管有啲同事嘅幫忙啊，做啲按平平順順上來啊。但係啦，你下來到社會處啊，係講有隻當親嘅感想，就講你下社會處嘅員工啊，全部係當有耐心、愛心，還個同理心。乜嘅同理心是講，你啲讀機嘅老人啊，你啲帶小兒婦啊，啲生活就當冇過，你氣落嘅你當然上。其實同理心當重啦，係冇幾位前頭講，哇，我頭年又係關心你，因為不依個氣切，係你有咩愛阿公，有咩愛阿婆，有咩愛爸爸媽媽，係我又係關心你，係我關心我自家嘅爸爸媽媽都冇人關心，哦，因為講某啲就係同也冇係為幫你腳走，哦，幫你罵。所以其實同理嘅心，哦，當重啦，愛心、耐心，哦，其實按樣以後啊，都按樣嘅單位來做，喺大白山市度按樣嘅主攻，喺長期都當會台嘅。唔係啥？哦，當會台。志工雖然講佢係自願嘅，但是啊，佢要付出了相當嘅嗰個耐心啊。但係了解志工，佢也具備一些專業嘅知識。像了解東西啊，你像天氣要訓練，佢都當然啊，還有天氣啊，可以為咗檢討。了解老人家要用翻那個服務機，本地好好嘅工業啦，了解全部做。其實簡單講起來，基本嘅吼，一點鐘嘅節目到了下，大家來分享。你就講到新竹市政府社會處嘅副處長七台講來到了講到了土地界、老人家嘅問題。其實簡單講起來，是幾位啦。你希望講吼，大家冇分講馬沙，睇係前落嚟關懷你自家嘅生活，生活你生活順條嘅事情，關懷你嘅社會，了解一件事情。了解乜嘅事情呢？其實推翻你下慢慢喊嘅個人化嘅社會，哇！老人家有8%，100屆是有8屆。8屆是他的按老人嚟嘛？哦，你係11屆。你係11屆咧，嗬，11屆。喊到為12屆。係，加喊到嘅路行嗬，嘅100屆嘅人。地度是有11屆半已經係老人家咧，所以當然是希望講你大家都在發揮你自家嘅愛心也好、耐心也好、同理心也好，因為後擺你自家都會變老人家，吼，大家係來相互提攜，所以吼，當家使用嘢亦係冇數到咧，吼，亦係冇數，所以今日嘅節目地度你非常感謝是每年嘅七台國裏度節目地度。好，請問大家。好，有機會就過來分享。好，有新朋友吼，你聊下另下再聊下，聽下，等下做來聽點認同，線上咧做認同了。